一二，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仔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衫。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心人思无的心情。又搁是三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你的空气，毋惊月娘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停停，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迄白花。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天我们要推荐介绍呢，教唱的这首歌是许富凯的歌曲《米就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是作词作曲是郑乔安，这是一首 B 大调4拍子的歌曲，就是一个小节有4拍了哈。那个也速度呢是93轻快前面呢前段呢还有点俏皮哦来，我们来看一下，停停，哆哆瑞咪咪咪瑞咪嗦啦咪嗦，哆哆瑞咪咪咪瑞咪嗦啦咪嗦，前面呢都是半拍半拍，这个淡薄仔寒的淡空音口同时伊嘛是一个闭口音淡薄仔寒，淡有一拍哦，来1、2，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仔寒，淡薄仔寒，淡薄仔寒，淡有一拍哦，来从头1、2，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仔寒。咪咪嗦啦啦啦，哆啦嗦咪咪嗦，咪咪嗦啦啦啦，哆啦嗦咪嗦。我第一次的时候呢，甘有给塔这个咪我有唱出来，可是事实上呢，这个咪上面连了一条线，2个咪是连起来的哦，中间后面这个咪呢，我们唱谱的时候不用唱，不过啦，唱歌词的时候，甘有给塔啥？甘有加他啥？后面还有一个咪哦，不知遥远的伊，甘有加他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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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夸张的唱法，提醒大家这里还有半拍。事实上呢，我们唱呢，不知遥远的伊，甘有加他啥？他啥？把它拉过来就好了哈。这那个啥的只有半拍，可是后面还有半拍，还有1拍哦，然后停1拍，再继续来。不知遥远的伊，甘有加他啥？停咪做啦，咪嗦嗦啦西哆。嗦啦西哆，后面还有一个哆，咪嗦嗦啦西哆，哆西咪嗦西啦。好，来，我们从金压来，咪嗦嗦啦西哆，哆西咪嗦西啦，咪嗦嗦啦西哆，哆咪西咪嗦西啦。来，我们看歌词来，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一定知影，影呢有2个音呢，金要闭口了，金咪嗦嗦啦西哆，今夜的天星，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发咪发咪瑞瑞哆嗦，来，痴情人思无的心情，这个心呢，跟顶头这个塔山同款，又心又拖了一个半拍在后面，有没有？发咪瑞瑞哆嗦，痴心人思无的心情。痴情人思无，这个痴情的痴呢是后半拍，来
1、2、3、4，痴情人思无的心情。来，痴情，情，这里有转音啊，这个是这个许富凯先生呢他唱了哈，这里有一个转音，痴情人思无的思呢也有转音，痴情人思无的心情。好，接下来呢，这个主歌一唱完了，接下来又如个是3更半暝暗暝，来，主歌第2，进入主歌2，来，我们把主歌1连起来。阵阵风吹呀吹来淡薄仔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衫。今夜的天星，你一定知影。痴心人思无的心情，哆哆瑞咪咪咪瑞咪嗦拉咪嗦。我们看一下主歌1的第1句，哆哆瑞咪咪咪瑞咪嗦拉咪嗦，很像，有没有？哪里不一样？这个单只有一个咪啊，这个呢？它有咪嗦那个这个安呢，它是前半拍休息，后面一个拉，所以只有这个淡薄这2拍跟这个的安不一样，其他完全一样哆哆瑞咪咪咪瑞咪嗦停拉咪嗦，咪嗦要停，然后拉咪嗦有没有？再来一次，1、2。哆哆瑞咪咪咪瑞咪嗦拉咪嗦，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暗呢有没有发现暗？刚刚岳云老师这个唱的比较小声，因为他第4拍后半拍了，而且他前半拍呢有休息，所以呢我就小声一点稍微收回来一点来。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轻轻的再一次来，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咪咪嗦哆哆哆瑞哆西拉嗦，空气来又是一样，空又拉了半拍才气是后半拍才下歌咪咪嗦哆哆哆，充满了，还有2个哆，所以满加起来呢对。1拍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房间内充满着满较长，有没有？咪咪嗦哆哆哆瑞哆西拉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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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发现这个空要有1拍西拉嗦充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来，接下去这唔惊呢是后半拍，嗦嗦嗦啦西哆，嗦嗦嗦嗦啦，嗦嗦嗦啦西哆，唔惊月娘笑阮，唔惊月娘笑阮，嗦嗦嗦啦西哆，唔惊月娘笑阮。这个牛呢的前面呢，我有加一个转音在嗦啦，听起来是唔惊月娘笑阮，这里我有加一个转音在这里唔惊月娘笑阮，西啦嗦啦西哆，西啦嗦啦西哆。西啦嗦啦西哆，笑阮这呢痴，笑阮这呢痴。来，我们把这一段连起来。唔惊月娘笑阮，笑阮这呢痴。笑阮呢有1拍，笑阮停这笑阮这呢痴。好来。唔惊月娘笑阮，笑阮这呢痴，搁1摆来。唔惊月娘笑阮，笑阮这呢痴。好，最后下来呢是
这个主歌2的最后一句了。发咪瑞咪啦哆瑞哆，发咪瑞咪啦哆瑞哆，爱你的心袂停止。这个袂同款哦，延长半拍伫遮，所以呢袂有一拍。爱你的心袂停止。爱你的心袂停止，爱你的心袂停止。来，主歌2也唱完了，我们把主歌2连起来，来，我们来把主歌2给它连起来，来，1、2。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你的空气，毋惊月娘笑阮这日痴。爱你的心袂停止，2、3，停，哆哆瑞咪咪发嗦哆瑞咪瑞。哎呀，我们来进入副歌来，1、2，哆哆瑞咪咪发嗦哆瑞咪瑞。1、2，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酒被。这个米酒杯的酒呢，后面有一个转音，有看到吗？来，再一次来，1、2，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酒被，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酒被，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酒被。好，这个唱到棉酒被呢，过来停半拍。咪咪瑞哆，哆瑞哆啦，咪啦嗦，这为你化醉咪咪瑞哆，哆瑞哆啦，咪啦嗦，咪咪瑞哆，停哆瑞哆啦，咪啦嗦。这个后面呢，这为你化醉，后壁佫一个半拍哦，我拄则呢想要甲遮咧画一个提醒大家咧有一个半拍，然后头一摆、第2摆拢袂赴，第3摆才画出来有无所以因为这个速度不要紧啦所以大家唱的时阵爱注意哦来。咪咪瑞哆，哆瑞哆啦，咪啦嗦。为你化作冬天的鱼白花，为你化作停冬天的鱼白花，佫一摆来，为你化作停冬天的鱼白花，停。冬天的迄白花又搁爱停哦，嗦嗦嗦拉西哆，哆瑞嗦咪咪瑞咪，嗦嗦嗦拉西哆。哆瑞嗦咪咪瑞咪，虽然是哆瑞嗦咪咪瑞，但是呢，咱要唱歌词的时，有一个转音，冷规暝，这个瑞要带进来，惊你受风吹，惊你冷规暝，惊你冷规暝，惊你冷规暝，惊你受风吹，惊你冷规暝，惊你受风吹，惊你冷规暝，发咪瑞咪瑞2。发咪瑞咪瑞2，因为你是我的一切。这句的头前呢，同款在停半拍哦。发咪瑞咪瑞2，因为你是我的一切，因为你是我的一切，因为你是我的一切2。来，我们从这个副歌来。副歌的第一遍来，1、2，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酒被，为你化作冬天的鱼白花，为你受风吹，为你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2。
伊过来啊啦，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啊，共款甲顶下迄句共款啦。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咪咪瑞哆哆哆哆瑞咪啦嗦，咪咪瑞哆哆哆哆瑞咪啦嗦，哎，哆瑞咪啦嗦，哎，这个要高上去了哈，咪咪。哆哆瑞咪咪发嗦哆瑞咪瑞咪咪瑞哆哆哆哆瑞咪啦嗦，哎，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热情情有两个都是半拍哦，所以情有一拍哦。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哎，这个呢，唱到这边呢，哈，就把副歌前面的两段呢，哈，几乎很像，有没有啊？非常的像哈。来，我们把副歌的后面这一段呢，哈，哎，这个互你做我啊，哎，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呢，吼，共款搁甲连起来唱啦，吼，来，1、2。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嗦嗦啦西哆啦，哆瑞嗦咪咪瑞哆哆。嗦嗦嗦啦西哆啦，哆瑞嗦咪咪瑞哆哆。一份爱的代价，嗦嗦嗦啦哆啦，一份爱的代，这个代价的代，这里有一个拉要带进来，嗦嗦啦西哆啦，一份爱的代价。一份爱的代价，来，要注意一下这里呢，爱一份爱的代价，好，然后呢，爱你金生金，爱你金生金世的金都是比较长的，嘛，金都是两个音啊，这个金也是两个音，嗦嗦啦西哆啦，哆瑞嗦咪咪瑞哆哆，爱。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爱你今生今世，金生金世，爱你今生今世，爱你今生今世，哎，最后面来了，咪哆，这里是哆啦，咪。咪咪发咪瑞哆西瑞哆，咪咪发咪瑞哆西瑞哆，你是我最爱的宝贝，你是我最爱的宝贝。来，我们从一份爱的代价这里来接来，嗦嗦啦西哆啦，还记得吗？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哎，唱到这边呢，接下来呢，我们有7个小节的间奏。间奏之后呢，停，又过是，又过是啊，反复之后是要接倒位呢？哦。接啊，主歌2，接主歌2来啊，继续唱呢，又搁唱甲呢，你是我最爱的宝贝。3、4，看到一个蛇钮的符号，我们回头去找蛇钮在哪里，停。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所以就是第一遍呢，我们唱到这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间奏7小节，然后停，又歌是啊，接这个主歌2然后呢接这里接主歌2，继续唱到你是我最爱的宝贝，然后
接副歌哈，互我做你小小的，然后呢又唱到你是我最爱的宝贝，看到 FINE， 所以这首歌呢总共要唱2遍半。我们刚刚唱完了第1遍，对不对？我们现在来有歌词来给它反复哈，然后呢这个第2遍唱完了要接哪里？副歌啊，C new 对，在这里哈，来1 2 1 2，又过是3更半暝的暗暝，对不起哈，刚刚起音起的不好，再来一次1 2，又过是3更半暝的暗暝，房间内充满着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停，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迄白花。这个比拔火呢是迄白火啊，如果是这把火呢，这白火哈，所以这个字请要注意哈。来，我们从副歌来接来，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迄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1 2，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为你化作冬天的迄白花，惊你受风吹，惊你冷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互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一份爱的代价，爱你今生今世，你是我最爱的宝贝。停啊！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许富凯演唱的《棉石被》，真好听呢，够好唱哈。不过呢，许富凯呢，他唱的音比较高哈。那我是女生嘛，我把它降低来唱啊，那也轻轻松松可以唱，对不对？所以呢，女同学想唱这首歌呢，如果觉得太高，那我们就降，降到你觉得 OK 的调调哈。那男同学呢，如果你唱许富凯还是比较高了一点点可能也可以考虑降2个 key 或者降3个 key 来唱就 OK 了哈。阵阵风吹呀吹来淡薄淡薄寒，我刚刚有一个错误的示范，有没有记得？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过，就是淡是一拍，薄寒有没有？阵阵风吹呀吹来淡薄寒。所以呢，其实我们唱歌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唱卡拉 OK 用卡拉来伴奏呢，大家都习惯呢就盯着电视看他的歌词不放，然后继续来唱。可是事实上呢，有些你就会变成作曲家了。对，这怎么说呢？就是该长的你就变短了，该短的你又自动把它加长比如说你唱这边呢，阵阵风吹呀吹来淡薄寒，这个淡变成半拍了。奔波寒这个你也不觉得对，可是事实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你在练习唱歌的时候，最好把歌谱唱熟然后呢，你再来看卡拉 OK 的字幕那这样可能就会比较正确，或者是你刚开始唱的，然后再把它唱熟，唱了歌谱唱熟，然后开始唱歌词的时候呢，也是
盯着你的课本来唱啊，那不要一直呢盯着卡拉 OK 呢啊，等到你唱的啊这个节奏都准确啊，这个旋律跟节奏都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再来唱啊。比如说这一句要唱什么？阵阵风吹呀吹来淡薄啊寒，对，这样就对了，淡有一拍哦，这是给大家小小的建议跟提醒哦。我们先把歌词唱啊一句啊歌词2、3遍哈，然后歌谱2、3遍，把它唱熟了哈啊，确定呢我的节奏、旋律跟歌谱是正确的，然后再来连起来一起唱啊，就像我们前面教唱一样，这样就可以把歌唱得更好啊。来，祝大家练唱愉快。今天的咪就配送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